我们已经有进行了3次的司法互助的请求，我们的士林地检署收到新的地检，也做了一样的呼吁。我们刚刚也说明了我们的立场，我们要特别来重申，我们处理这个案件的一个明确的目标是一贯而坚定的，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港方能够积极的回应，与我方提出来的相关的请求，能够先谈好相关的事宜，让才有陈贤来台的问题。那么我们一个目标很清楚，就是实现司法正义，早日还给被害家属公道。这样的立场始终坚定了一贯。谢谢。今天我们这一场临时记者会的主题呢，是就我方去函港府，要求协助我方相关人员赴港带回港女命案的范闲、陈同佳及相关事宜的新闻记者会。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再跟大家说明这个相关的资讯。首先我们要带到在昨天我们陆委会也发出新闻稿，希望尽快安排台港双方主管部门坐下来讨论如何建立司法互助的机制，以及有效处理这个案子，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另外，我们法务部昨天也在记者会中提出3项的原则，包括本案台港都有管辖权，基于审理的便利性，应由港府优先来审理，落实港人审港。我政府会透过正式的司法互助方式处理本案，没有拒收的问题。那政府也从未放弃管辖权，绝不卸责，并建议2项方案，我方愿意提供相关事证供港方审理。那么港府无管辖权一事，应由香港法院来正式裁定。那么但是根据港府的保安局昨天的公开声明，港府仍然无意受理，且对我方所提建立台港司法互助机制的建立也没有正面的回应，我方对此感到遗憾。鉴于我方一直在等待港府的正面回应，但气无下文，为了实现司法正义，务实处理本案，香港不办，我们来办。我方已于今天下午透过台港既有的管道正式致函港方，表示一，希望港方依先前公开承诺提供合法协助，就我方于去年3月16日、4月26日所提刑事司法互助的请求书之请求事项及相关在港的卷证资讯，包括陈贤的认罪书、庭讯口供等，提供我方赴港人员悉回。2，因本案范闲涉及重罪，为免范闲有逃亡灭证之虞，希望港方协助我方赴港人员确认范闲的身份及带回，勿使重案嫌犯逍遥法外。我们要强调，港女命案发生以来，我政府立场一贯明确，就是伸张公义，早日还给被害家属公道。相信这也是台港两地民众的共同期待。我方希望港方对于我方检警赴港将范闲及事证带回一事，能够尽速正面回应，并提供相关的协助，让本案能够圆满解决，以符合
各界的期盼。谢谢大家。